继续要来讲，真侪人买厝买袂起，只好用租的。但是以现报来看，租厝无较赢，因为全台湾的租金已经连续52个月来调起。以台北市来讲，每一平的租金平均一个月就要1491块，所以就专家来建议，要用租的不如用买的，不如把租厝的厝税摕来纳买厝的贷款，要较会好。 这么高，很多人买不起房，都会想说用租房子的。不过现在专家建议了，你租房子不如买房子。即马租厝嘛真贵，依照主计处的统计，全台湾租金已经连续52个月起价。以台北市25平规层的主体为例，每个月平均的租金是37275块，加算算呢，买一间25平的厝1500万，贷款1200万，成本贷利20年，一个月要负担59016块。 租金房贷比差不多是63%，30年的一个月是42576块，租金房贷比差不多是88%。那超过60%就使考虑买厝。因为这间房子，如果你这样继续付的话，其实你已经有一大部分的钱是在帮现有的房东在缴房贷的本金。 即嘛要看地点，3万外块会使租到台北市精华地区，若买厝，可能使买较郊区的所在。最近几年来嘛，袂少人无需要租厝，嘛无需要买厝，我可是继承房产。房地合一实施了后，3年来已经有16万栋的厝继承，就会造成买盘的一个萎缩。某一些可能资源相对比较不丰沛的一个城市，它的一个价格会有修正的一个状态。 若是无厝通继承，是要买一间仔厝，嘛要评估家己的能力，唔通互沉重的贷款影响生活品质。